基美病院麻醉部副部长楚锦成表示，手术甲入麻醉拢是属于侵蚀性的医疗，有一定的风险，因此病人伫接受手术前，拢要经过完整的评估，将患者的身体状况、数据倒入去风险评估的工具，而且无同的手术部位嘛有无同的系统，统计计算较费时。现在基美病院倒入人工的智慧。经过10多档医疗大数据的累积，甲伫模型的训练，目前已经开发出一款针对无同手术类型风险的预测系统。麻醉真的是有风险哈，那可是这个麻醉风险的评估只看人脑哈，有时候常常会有盲点哈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在进入这个大数据的时代呢，我们就用那个机器学习的方式，把很多的数据呢，让机器去学习，跟这个不同的这个结果呢去连接哈。那后来又进展到这个数位孪生，机器学习之后，我们医生还可以改变条件。改变那个预测的后果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又导进了这个电子看板，把这个运算出好的风险呢，公告在这个每天的行事历里面，那最近呢，我们又把这个生成式的 AI 呢，导入到我们的这个麻醉风险预测里面，让这个生成式 AI 呢，自动计算量表，然后呢，产生这个卫教文本。让方便医师跟病人沟通，达成这个风险的了解。基美病院将人工的智慧全面应用伫麻醉风险的评估系统，唔定得到第25届国家医疗品质奖杰出医疗类金奖的肯定，而且还阁取得国家发明的专利，甲伫国内外奖项，提供医疗团队更加精准的决策甲支持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